白勘这了钱，国公客运8月底要甲高雄屏东6条公路客运的路线收起来，9月初8开始要甲台北到新营等8条路线停起来，有95个驾驶会防出欠。公路局嘛证实讲，这个路线会由统联客运来接。国公客运佮另外提出6条路线停驶的申请，公路局是长的评估。来到台北转运站，国公客运的月台离峰的时间，等待坐车的人无多。国公客运伫初二发出新闻稿，讲这个月初8开始会搁停驶8条长途的国道客运，包含台北往南部、桃园往高雄，还有台中往南部等8条路线，已经由公路局核定。9月初8饭店开始由统联客运来接手。每个月都搭3、4次。会担心说，如果他也申请到你们这一条，会影响你们？我应该不会，因为统联的可以做啊。公路局也证实，除了8月底到单已经核定停驶的14条路线，国公客运搁申请停驶6条，真侪是中南部的路线。就是这一次14条有相关的，那些驾驶员是158位，158位，那有63位的呢，是留任，那95位的是资遣。交通部长陈世凯也要求公路局对各道客运的路网进行检讨，调整路线、经营形态全体来规划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